咁你繼續講下咧，情緒嚟嘅時候咧，強者咧有情緒嘅時候，人人都有情緒嘅喎。咁呢三樣係究竟係強者要有咩注意咧？先問，首先一上火嘅時候，一有情緒嘅時候，係嘛？係咪即刻開拖咧？唔係，首先問自己三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就係5分鐘之後，如果我講咗我做咗，我會唔會之後後悔？第二，我而家如果係鬧佢，而家係發飆 ，OK， 而家係反台嘅時候，而家呢個反應係咪可以解決到問題先？抑或其實只係我嚟發洩咧？第三，可唔可以一發火嘅時候問下自己，可唔可以等一等先，再第時再過一陣先，等佢沉澱一下先，係嘛？等呢個內心嘅呢個小朋友，佢而家好嬲，好唔鋸，可唔可以等一等先，再睇定啲先，或者係過一過，等佢自己沉澱下，內化咗先，去再表達咧，係嘛？跟住咧再記呢三個原則，就係話唔好一時動氣，即時發火，唔好不停嘅去解釋，係嘛？你不停嘅解釋都係咩啊？為咗要即係驚啫，解釋得越多啫，係嘛？情緒不能受控啫，你不斷解釋，不斷去解釋，想希望對方點，希望對方相信自己，希望對方接受自己，咁即係個話語權喺對方度，唔係你度，係嘛？要記住就係，如果係道不同，係嘛？反正如果我同你係唔啱嘅話，都唔使講啦，講都唔使講啦，係咪？仲解釋啲咩咧？所以解釋係咪有用咧？第三，人唔需要去取悅別人嘅。如果你認為你啱嘅，係嘛？你係一個強者嘅時候，係嘛？咁你認為你啱，你就揸住自己嘅，係咪？揸住自己嘅目標，揸住自己嘅意願啦。呢個係強者嘅需要啊。當然，如果你知道自己錯嘅就係應該要及時去改道歉，係咪？所以委屈咧同憤怒咧，等等呢啲咁嘅一味壓抑自己咧，係嘛？強者唔係咁樣嘅，即係強者個係要聆聽自己裏邊嘅聲音，自我嘅聲音，呢個小朋友，呢個自我小朋友呢個聲音，係嘛？唔係話靠一味就係嬲啊、唔鋸啊、委屈啊，就係咁樣誒，咁樣係唔可以換嚟咗對方對你嘅尊重，係嘛？要多啲去聽自己，好好照顧自己呢個內心小朋友，唔好再做一啲做別人嘅情緒垃圾桶，係嘛？所以話咧就係要識得表達，係嘛？清晰冷靜嘅表達，清晰自己，係嘛？就唔需要夾雜啲情緒。第四啊，我哋之後再呢個就我哋再講係咩咧？就係弱者經常會有一種困局啊，係嘛？就係唔識得點樣去設界限啊，設呢個 boundary， 一味就係讓人哋，一味就係退讓。現實係一個好殘酷嘅一個規律，就係話你越讓人，越去體諒人，越去顧及人嘅感受咧，反而係越容易被輕視忽視，係嘛？好多人咧係唔敢拒絕啦，邊界感模糊啦，唔識點樣同人去談咩啊條件。成熟唔係無限嘅忍耐，而係清晰表達，要去敢表達。其實唔應用個敢字，應該就係話你只需要去表達就得，係嘛？勇於去設立界限，係嘛？你唔需要用個勇，係咪都攞個夠唔夠膽咁啊死啦，係咪先？唔係用個膽嘅，你咁做就得，你咁樣去做，這樣去做就得啦。要學識 say no， 係嘛？唔需要過度嘅解釋嘅。第二就係釋放情緒，唔係等於話亂發脾氣，清晰講下自己嘅感受、喜好、底線就 OK 啦。同埋第三就係設立好清晰嘅界線吓。設立界限，我想點，我想點，我想點。你要咁嘅話咧，我就要點咁。呢個唔係破壞關係，係嘛？而係篩選人哋點樣去尊重你，而係篩選到最後尾咧，係尊重你嘅人先至喺你身邊，你明唔明白？係嘛？咁我哋下一集咧再講呢個咩咧？有關人脈，一個強者嘅人脈係點嘅咧？我哋下集再見。